在這數月來來回回進進出出香港名牌醫院10多次，也是第一次體驗這名牌醫院，但願臨終前才需要再來探訪。這條走廊第一次回來覆診時，可能身體相當不適，用了意想不到時間才完成，故印象好深刻。今天再去覆診，算一算日子，已有3個整月。回望數月前，在醫院訂了6天頭等床位，那6天實在不易過，幾乎什麼也做不到，靠的就只有醫護人員，附近的病人都相當麻煩，甚至有一些人雖然有病，但不像是來求醫，只是當酒店搬居住，浪費香港人所繳納的稅款，故萬二分佩服所有的醫護人員，真的好有耐性。事後我也寫了2封電子感謝信，透過院方多謝相關的部門，尤其某些醫護，我有直接點名多謝的，因為多謝人真的不能馬馬虎虎，也必須經過院方的正式渠道，讓院方的高層知道。其後我在想，我教了多年，教出了不知多少名學生提升水平，甚至有5星、5星星，但他們的家長來到學校，不是要求，就是更多的要求，一句多謝也沒有，不懂感恩。怪不得每年的畢業生大部分都不會向老師說一聲多謝，或只說一聲再見。大部分學生取了什麼文憑試成績也沒有通知老師，栽培3年甚至4年，連想知道他們的成績也未有資格，那是教育界的悲哀，或者純粹是我個人的悲哀。家長不懂感恩，故透過這3年或4年的時間，我也改不了學生要懂得感謝身邊幫助他們的人要有的禮貌。回來正題，有學生傳我骨折，也有的傳我患了慢性疾病，也有傳我在樓梯、天橋跌了下來，但那些都是流言，全是錯的。聰明的大家其實應估到的。最後，我也順便透露今屆有多少名學生取了5或以上的成績，總數可能有變，因有學生申請了查閱試卷，我也希望他們能取回他們應有的水平。這裏作為一間 Band 2C 的中學，這屆站有9名學生取得5或以上水平的成績。之前同學做12至25年的卷，在我親自批改下，同學取得5或以上的水平，平均由50%至90%不等。結果確實比我預計的低了，或許臨場表現不好，或許最後在 study break 時未能盡最後一刻的努力，或許。但願下一屆的學生之而勤加努力。還有一件事，去年因有舊生知我住了院，就在我分享後，由院方的國度傳來了數張 Häagen-Dazs 電子雪糕卷，好多謝你，但請你今次不要再送給我了，真的再一次多謝你。話說回來，今天醫生吩咐我要吃多些，其實我吃了好多 Häagen-Dazs，但還是不告訴醫生算了。